今日想分享嘅唔單止係我同母校嘅故事，而作為救生，我哋係點樣可以將感恩化做行動，用自己嘅方式去回饋翻母校。睇下我哋嘅校歌，識唱嘅陣間，大家跟住一齊唱。培養一次提問你的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，瓜達魯皮聖母為我等祈。為咗慶祝我哋呢個意義非凡嘅夜晚，我嘅宣教信仰咧，其實係喺有學校嗰度孕育嘅，呢一個係我生命當中好重要嘅禮物。我喺香港係小學嘅第一任校長，謝家瑜，係咪啊？啱啊，大家應該識㗎喎。因啊，我哋有好多嘅恩人咧，去咧照顧我哋學校嘅，咁所以咧，我哋而家咧又有一個簡單而隆重嘅支票頒獎儀式㗎喎，好開心啊！我先介紹第一位校長，佢好特別，好特別㗎。其實佢係做咗3間學校嘅校長。許繼祥校長，你知唔知你做咗3間學校嘅校長㗎？多謝各位。咁第二咧就係感謝謝議員，照顧咗我39年。除此以外，我亦都喺度咧感謝啲家長啊，喺嗰邊有一台家長係咪？3間學校校長，2間學校校長，咁我希望我退休都係做緊呢1間學校嘅校長。咁因為今日在場咧有位我嘅恩師。就係葉成標校長，咪俾啲掌聲葉成標校長。佢教我做主任，都係用持有式嘅方式去溫學校，培養好多嘅優秀嘅主任。佢亦都培養咗好多好優秀嘅校長。咁啊，多謝葉校長。咁希望咧大家都係我時常講，攞個心出嚟咧，去做好你嘅工作。為學校，為小朋友，係嘛？聖母媽媽帶我嚟嘅，因為我畢業，我寄咗30幾封求職信，淨係得依間要我面試，淨係得依間，所以我一路做到而家退咗休。有世代，你學未來。相信奉獻亦會拋開遍地都高蓋，誠信見破在，這50年後變改，人與全人記憶充滿是愛。You're not alone, you're not alone, not alone. I said you're仁慈嘅天父，感謝你，讓我哋今晚喺呢度相聚，共度呢個歡樂嘅時光，亦都保守嗰啲喺大埔火災嘅死難者，讓佢哋得到安息，讓傷者能夠得到治癒。願全能嘅天主、聖父、聖子、聖神降福你哋，祝你哋平安。